国民党台南市第6选区立委参选人陈以信1号上午举行南管线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嘛特别南下，并且应邀受证。朱立伦表示，伊推崇陈以信伫国会的表现，即间有勇气下乡来参选，希望乡亲大家支持，和陈以信会用继续为民服务。几年来，伊担任咱的立法委员，除了伫中央服务，嘛转来伊的故乡顶，甲咱大家来共同拍拼。这回真有勇气也真有志气。半年前，伊就家己甲我讲伊讲有决心要转来台南来参选立法委员。伊无相信讲，一位在地主地会当认真拍拼，条件较好，会有国际观，在地的感情，伫反映过去4年的表现较好、较优秀，袂当受到咱家己乡亲的栽培。选举上重要，就是选好人才，就是选贤与能。伊坚持相信讲，咱的民主胜利，咱的台南市一定互优秀的在地主地一个机会，一定互阿信啊一个机会。我讲我伫遮一个主地转来遮拍拼，甲咱乡亲斗阵。我若会当伫咧遮做区域委，袂互恁见笑，袂互恁闹气。我头一个，我绝对袂抬高，好不好？我绝对袂抬高，绝对袂去插光电利益，绝对袂去弹路照，绝对袂去暴力，绝对袂去贿选，我绝对无抬高，好不好？接续朱立伦伫接受媒体访问时，针对郭送何写的传闻，朱立伦嘛表示，整个在野的阵营就是一个共同体。如果只坚持自我，就无法度成就大局，违反所有的主流民意。整个在野阵营，大家全民期待的就是希望能够团结努力下架民进党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当然很辛苦，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小我小一点，大我大一点。如果只有自我，一定要坚持自我，那是成就不了大局，也违反所有主流的民意。所以我们还是努力的，希望大家都秉持这样的决心。如果再一再的坚持只有自我的话，那我相信所有的民众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朱立伦表示，好友伊的民调目前正在上升当中，不过还是希望在野会用的整合，不管是3对3，或者是2个做伙，有机会见面拢是好代志。接续主席中昼嘛到台南市议会，甲国民党团的成员来共餐。下午继续陪立委参选人来庆祝基层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